进前，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摩西王子出埃及的故事。哪个一家人来到埃及，我靠约瑟。经过侪年，埃及新王看到以色列人愈来愈侪，就派互伊做真侪粗重、艰苦的工课。佮下令招是以色列妇人人所生查某婴仔，一路杀掉。摩西就是伫迄阵出世，无法度活命。上帝奇妙的安排，互法老的查某囝伫河边甲摩西救起来，佮令伊做囝。摩西大汉以后，有一摆，伊看到埃及人拍以色列人兄弟，摩西就将迄个埃及人拍死。后来法老知影，想要害摩西，摩西就逃走，来到米甸，过着牧羊平静的生活。有一天，摩西牧羊来到上帝山，伊看到刺客学会抢着，线无相歹。摩西想要进前拍较详细，只是上帝声音灵告：摩西啊，摩西，毋通搁进前，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。你爱将鞋仔脱下来，摩西就紧甲鞋仔脱下来。上帝佫讲：摩西啊，我是阿伯拉罕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我听到我的百姓你哀叫，我要派你去救因出埃及。摩西讲：我是啥物人啊？我哪有可能去将因救出埃及呢？上帝讲：摩西啊，我会甲你同在，你去找法老，叫因爱互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毋过，法老一定毋相信，所以我要行神迹，互伊相信。摩西对耶和华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袂晓讲话。上帝讲：是啥做来出的？但是我耶和华，你去找亚伦甲你同在，我会赐你两人口才。摩西甲亚伦就照上帝指示行，果然法老毋相信。摩西一叫亚伦将鞋仔等咧涂骹。鞋仔就变真蛇，法老拿着小树变出蛇，但是摩西的蛇将小水蛇吞落，法老犹原毋知。摩西摕鞋仔拍好内底的水，河水就变真火，鱼仔拢死啊！上帝扫落来，搁降下参交仔的灾难、杀母的灾难、无神的灾难，上帝搁互真生着瘟疫死亡，全埃及人皮肤西苍。天顶落冰雹，农作物拢互虫食了了，甚至互天地暗不见天日。上帝连续降下9个灾难，每一届灾难大家拢靠法老爱答应摩西，但是每一届灾难过去，法老又搁反悔。上帝对摩西讲：我即马要降下20个灾难，即届法老绝对答应，恁爱熟细听。恁爱分花做正话，做一年起头。每一个家庭要有一只无残废、无破病羊仔。恁14个日间分配时阵，将羊仔刣啊，用羊仔的话外面门甲门起年头。迄年我要顺行埃及地，我一看到你门起顶头的话，便无过恁，灾难绝对袂临到恁的身上。暗暝到啊！耶和华果然将埃及遍地所有人甲精神、一切头生的拢击杀。这就是耶和华的大过节。迄年，法老甲摩西叫来讲：好，照你所讲的，所有以色列人拢出去去学习耶和华吧。迄日，以色列人伫埃及已经多满420个冬。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行红海旷野的路，有时耶和华伫雾条中领伊的路。暗暝伫火条中光照因，但是后来法老反悔，带领600台第3车去了摩西。耶和华叫摩西将鞋仔向海伸出，海中仔就变成一条道路，互以色列人会使行过去。法老的军队伫后壁嘛在咧行，当所有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，耶和华就用冰分过海水降来，法老的车辆、军兵拢加入去海中。法老害第3军长拢定离红海，就亲像石头对得到青天共款。这就是摩西靠着全能的耶和华上帝，将以色列人救出埃及的故事。感谢主，感谢大家。